希望今年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把它准备好，然后就是帮助球队拿下第一座总冠军章。然后自己其实也蛮谢谢球队对我的肯定，这加薪其实我们在谈的过程中都蛮愉快的，然后就是很快也达成共识，然后就是希望今天就是当然是责任越来越大嘛，然后自己会尽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帮助球队，然后跟着队友们一起拿下第一座总冠军。对啊，谢谢，就是先一年期算是我的想法，然后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给自己一点，不要太过于安逸，然后自己可能放胆去，因为毕竟进来已经第5年了，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再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好，然后更进步，然后成为更全面的一个打者。其实进来的时候对50万，其实自己是没有想过了。但是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累积自己的经验，然后比赛一直靠着比赛不断的去让自己更进步，然后慢慢的到站稳一军，然后到今天可以实现到50万，其实也蛮感动的，也蛮感谢球队对我的肯定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球队。其实自己的进步的空间还是蛮大的，尤其是在可能状况周期性的，希望再能缩短。然后其实经过了5年，其实更了解自己的，不管是整个心态来说，其实更能去掌握它。即便是面对低潮，在去年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更放宽心去面对，然后跟着队友们一起好，一起不好，然后再一起跟着球队，队友们一起成长。这样我觉得慢慢的，我觉得可以自己可以更稳定，然后也是可以成为正中稳定的打者，然后一直对球队做出贡献。その試合、見学される中でどんなことを練習されましたか？プロの試合を
終了です。テレビわかりますか？キャッチャーミットで TBS キャッチャーミットで受けていただいたのが久々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、いい音を鳴らしていただいてどう思いますか？久々に入る音パーンっていうと気持ちよさが違う。試合がありますので、登板するかどうかまだ分からないですが、今までの台湾バッターのイメージはどんな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か？日本の野球に近く、最後まで粘ったと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好，陈泽要看我的，啊，来来来，阿力来了。哎，91桌，来各位91桌，来开玩笑，16桌，16桌在哪里？好，16桌，阿力，好，再来，来各位，好，下一个阿文预备。好，我们的陈真抽到几桌？7。